头山顶的台湾来看，新北市立的图书馆、总馆甲各分馆最近要招募临时人员，开出9个课，一个月薪水是27,976块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要放弃掉双重国籍。 引发讨论咯，有网友讲，为着27000来放弃掉双重国籍，真袂好。也毋过，嘛有人讲，这款的临时工是属于编制外的公务人员，基本福利是真好康。若想要求一个安定，嘛算是一个袂歹的选择。 少找行找图书馆的柜台人员，但拢家己处理便便。这个图书馆员工大部分是外包人员，不过毛少数是政府直接找临时人员。新北市立图书馆就伫咧最近抛出招募临时人员的广告，一个月的薪水27876，开出9个课，不过所规定袂当有双重国籍，互大家拢伫咧讨论。真的，我还不知道，真的太少。行政人员目前行业行政人员差不多都这样。 还要放弃双重国籍吗？有什么、双重国籍干这个什么事？只是现状有这个规定，新北市立图书馆来讲互你听。新北市政府还有一个非编制人员一个管理的要点。 第5条就很明确的，就是规定说，它适用于公务人员任用法，它需要中华民国的国籍，好，它不可以有双重国籍。原来政府招募临时人员和外包人员上大检查，就是伊的头家是政府，唔是外包厂商，嘛算是公务人员的一种。市场编制内公务人员需要经过国家考试，有公务人员的福利，投保公务人员的保险，规定袂当有双重国籍，非编制内公务人员。 唔免经过考试，并且对赛，得当享受公务人员的基本福利。投保是劳工保险，同款规定袂当有双重国籍。是公务人员，他比照公务人员福利啊，就有年终奖金啊。对啊，会去吧。那以往的话，我们大家只要开缺出去的话，都有40、50个人来投件哈。 新北市立图书馆讲，已经收到30几份的履历，婆婆看到这块是真侪人想要做。虽然薪水无济，不过公务人员体文化会当求一个安定。若是会当食到这份头路，行路是青香搁有风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